免責聲明：本影片內容僅供參考及教育用途，並不構成任何形式之財務、投資、稅務或法律意見。影片內所表達之觀點及分析，均基於討論時之市場狀況及可得資料，過往表現並不代表未來結果。投資涉及風險，市場價格可升可跌。觀眾喺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應自行研究並諮詢合資格之專業顧問。影片中所提及嘅數據、趨勢或策略，均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觀看本影片即表示你同意，影片製作者或發佈者唔會就因使用或依據本影片內容所導致嘅任何得失或行為承擔責任。如果你成日覺得股市最難唔係揀邊隻，而係消息一出你唔知要唔要走，呢條片就係為你而做。今日我唔會用嚇人標題，我會用一套有規則、有分數嘅方法，幫你判斷日元走勢會唔會引爆美股拆倉潮。我用 AI 做分析，唔係因為 AI 會神預測，而係因為 AI 做到3樣人好易做唔到嘅嘢。第一，佢可以同一時間睇好多指標，唔會漏咗關鍵線索。第二，佢可以用同一套規則，日日一致咁評估，唔會因為你今日心情差就亂改結論。第三，佢可以將複雜信號變成一個可執行嘅框架，例如到咗呢條線先行動，減少你追新聞追到情緒爆煲。原理其實好簡單啦，AI 先將每個市場信號標準化，變成0到1嘅風險分數，0代表平靜，1代表危險，之後按重要性加權合成一個總分，等你一眼睇到市場壓力係咪升級。最後再用期望值算式計清楚而家走貨值唔值，避免你做咗一個感覺上安全但長期回報更差嘅決定。所以你一路睇落去，你會見到我用呢張 SPS5 信號恐慌量化圖，逐個解釋5個警報燈，點樣判斷日元突然轉強會唔會引爆拆倉潮，最後再用算式講清楚點解而家唔急走貨，但係要守住邊幾條觸發線。先睇中間呢句，美股投資唔建議走貨，意思係依家未見到真正大恐慌嘅信號，所以唔好因為1-2個新聞標題就急住賣晒或者大幅度轉倉。左上角日本期嗰格呢度講緊日元跌到接近160呢個水平，市場就會擔心日本可能加息即係借錢成本上升，資金會變緊張，所以新聞好容易嚇人。但我要你記住，拆倉潮通常唔係因為日元跌到160，而係因為日元突然反彈、突然變強，先會逼到好多人要急住賣嘢。中上方政府大樓嗰格 BOJ 係日本央行，即係日本嘅中央銀行。呢度寫1月23號係一個重要日子，代表嗰段時間市場會特別敏感，匯率同股市都更容易大上大落，所以呢度提醒你要加密留意，而唔係靠估。右上角皺眉公仔嗰格拆倉潮係咩意思？簡單講係槓桿被逼縮，槓桿即係借錢去買資產。當情況突然變差，你要補錢，補唔到就要被逼賣出資產。呢種被逼賣出會越賣越急，形成連鎖反應。右下角早警報嗰格，呢度係全張圖最重要嘅早期警報。呢度講嘅唔好讀做符號，我直接講清楚，係美元對日元。美元對日元嘅意思係1美元換幾多日元。如果呢個數字突然跌咧，意思係日元突然變強啊！日元突然變強，對一班借日元去買美股嘅人好大壓力，因為佢哋要用更貴嘅代價還翻日元，於是會急住賣美股去補錢啊！所以我用3日內急跌3%做一條警報線，提醒你可能開始有拆槓桿嘅壓力。右邊中上折線圖嗰格 VIX 係市場恐慌指數。你當佢係一個集體情緒溫度計，數字越高代表越多人驚，越多人買保險。圖入邊大約16左右，屬於偏平靜，代表市場未進入恐慌狀態。右邊中上藍色圓圈嗰格10年期國債利率，圖上寫10年期，意思係美國10年期政府債券利率，你可以當佢係全球借錢成本嘅代表。呢個利率如果突然抽升，代表錢突然貴咗，股市就容易受壓。但係而家呢個數字係平穩，未見到突然急升嘅壓力。右邊中間 HY 同 IG 嗰格，我用口語講清楚先。HY 係高收益公司債 ，IG 係投資級公司債。HY 減 IG 呢個差距就係信貸壓力差距。當市場開始驚啦，就會覺得高收益債更加危險，要求更高利息，呢個差距就會擴大。差距擴大得快咧，代表信貸市場出問題，股市通常都會跟住受壓嘅。圖入邊咧，見到呢個差距未見爆升嘅，所以暫時未係信貸危機模式。左下角觸發線嗰格，呢度係你要用嚟做決定嘅規矩。第一條，如果恐慌指數升到20以上；第二條，如果信貸壓力差距突然擴大；第三條，如果股市突然急跌，呢啲就係觸發線，未觸發就唔好亂喐。
觸發咗咧就按預案行動，底部中間黃色框嗰格。所以依家嘅結論係維持配置，即係保持你原本嘅美股投資安排，唔好大幅調整。因為而家恐慌指數未高，借錢成本未抽升，信貸壓力未爆，數據未支持你做恐慌式走貨。最後翻去中間嗰句，用一句講晒，日元到160係一個新聞點火位，但真正要防係日元突然轉強。你用早警報登住美元對日元有冇急跌，再用恐慌指數、借錢成本、信貸壓力去驗證市場係咪真係出事。未出事就維持配置，一旦觸發線中咗先行動。呢幅圖叫 SPS 5信號恐慌量化圖。呢張圖嘅好處係佢唔同一般財經片咁靠感覺同標題嚇人。我用量化方法做一件事，將驚唔驚變成一個清楚嘅分數，你一眼就知市場係平靜、警戒定係真係恐慌，唔使靠估。最實用係佢會俾你觸發線，一到位先行動，避免你早走錯過升幅，或者太遲先走，俾人逼平倉。跟住聽落去，你會見到我點樣用5個信號砌出 SPS， 再用算式證明點解依家唔急走貨。中間大框呢句咧，系統性恐慌分數 SPS 量化判斷唔急走貨係全張圖嘅主旨，意思係我用一個分數去量度市場壓力，依家個分數偏低，所以唔需要急住走貨。左上角 SPS 等於5個信號嗰格 ，SPS 由5盞警報燈砌出嚟，每盞燈都會變成0到1嘅分數，0代表冇壓力，1代表壓力爆晒。最後再按重要性比重加埋就係 SPS 總分。左上角旁邊5條線變0到1嗰格，做法係先統一尺度，全部轉做同一把尺，再用比重去反映邊啲更重要，唔係5樣平均計。上邊偏中 A 區 VIX 嗰格 ，VIX 係恐慌指數，15之前當平靜，25或者以上當明顯恐慌。分數就當15係0分，25係1分，中間按比例計，最後分數封頂，唔會低過0，亦唔會高過1。上面偏右 B 區嗰格 VIX 比 VXV 呢度係睇恐慌係咪短期突然爆起，短期恐慌高過中期恐慌，即係個比例大過1就叫倒掛，倒掛代表市場突然好驚，分數就係比例未到1。當0分，到咗1之後再睇佢有幾接近 1.05， 去到 1.05 就當1分封頂。右上角 C 區嗰格高收益公司債同投資級公司債嘅差距越大，代表市場越經高收益嗰邊出事。重點係睇5日變化，5日之內擴闊到20個基點就開始警戒。分數就係未到20個基點當0分，由20起跳，擴闊越多分數越高，去到50左右就當1分封頂。右下角偏中 D 區嗰格美國10年期政府債券利率，你當佢係資金成本，5日內升20個基點就算抽升。分數咧就係未到20當0分，到咗20開始起分，升得越多分數越高，去到50左右封頂做1分。右下角偏右 E 區日元早警報嗰格，美元對日元數字急跌，代表日元突然轉強。日元突然轉強會壓到借日元做槓桿嘅人，保唔到錢就要賣資產，賣壓會傳去美股，所以用3日內急跌3%做警報線。分數就係未到3%當0分，由3%起跳，轉強越多分數越高，去到7%左右封頂做1分。左下角餅圖嗰格加權意思係5盞燈唔係平均 ，VIX 佔3成，期限結構佔2成，信貸佔2成，利率佔1成半，日元佔1成半。每盞燈先乘翻佢嘅重要程度啦，再加埋就係 SPS 總分。左邊中間快照嗰格，而家數據係咁 ，VIX 係15.84，未到20，VIX 比 VXV 係0.838，未到1，冇倒掛。美國10年期政府債券利率5日內冇急升，信貸差距5日內冇擴闊，美元對日元大約158，未見3日內急跌3%，所以下面先會寫 SPS 大約0.03，屬於低壓。下方中間 EV 算式嗰格 ，EV 你當係走貨值唔值嘅平均結果，先估出事機率大概7.3%，出事嘅時候走貨可能避到大概15%跌幅，唔出事嘅時候走貨可能錯過大概8%升幅，最後用出事機率乘避到嘅跌幅，再減翻唔出事嘅機率乘錯過嘅升幅，計出嚟係負數。結論一句就係，因為 EV 係負數，所以唔急走貨。右下角最底事件風險嗰句，1月22號到1月23號係事件窗口，波動會大啲，所以要加密監察。唔走貨唔等於唔戒備，
戒備就係守住5盞警報燈，尤其係日元突然轉強嗰條早警報。最後一句講晒 ，SBS 依家好低 ，EV 又係負數，所以唔急走貨。你要做嘅係盯緊觸發線，一有紅燈先跟預案行動。如果你想第一時間收到我最新分析，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同開埋小鈴鐺。之後無論係匯率、利率、股市定係其他財經話題，我都會用最清楚嘅方法同你拆解。